今日咧就去到尖沙咀一間餐廳喺度食晚飯。呢間西餐廳咧環境啦、柔和嘅燈光，充滿住氣氛啊，仲有好多歐陸嘅色彩添，好浪漫啊！仲有開放式嘅廚房，而且咧位置啊都好寬敞舒適嘅。餐廳咧個地點好方便嘅，地鐵站咧行出嚟咧幾步就到啦。menu 啦都好多選擇嘅喎，有套餐啦，仲可以散叫添。海鮮意大利飯配蒜子墨魚茶，睇到咧已經好吸引，聞落去咧仲香噴噴嘅海鮮味道添。蝦肉咧好新鮮啊，仲有好多海鮮嘅味道，鹹鹹地有啲焦香。意大利飯咧佢個生熟度咧啱啱好，好有意大利嘅特色。而且咧佢咧滿滿嘅醬汁咧我就最中意啦。香煎黑鱈魚配鹹蛋紅花忌廉汁，魚油味咧好重，而且咧有少少鹹鹹地。嗰皮咧煎得好脆，外脆內軟。呢一個黑鱈魚咧不同凡響，側邊嗰啲咧係麵粉粒嚟嘅，咁咧外邊咧係炸到鬆脆啦，索埋啲汁食咧，簡直咧就係無敵啊！今餐飯咧我非常之滿意啊，食物啦都好有水準，同埋好有質素，環境啦氣氛啦都非常之好，價錢啦又適中，無論情侶約會啊定係朋友聚會啦都啱晒。記得 like 同 follow我，下次見。